西元1624年，荷兰人往东边行，来到台湾，伫台南安平起一站者，所以当时东边的大湾正发展。另外一阵荷兰人为西边去美国纽约求发展，就安尼经过400冬，台南甲纽约这两个同款因为荷兰人开始发展的城市，所有完全无同款的模样。南非有一个城市叫开普敦哦，以遐为主啊，分做东边和西边。啊，西边哦，荷兰人成立一个公司叫 WIC 啦。啊，东边啦是成立一个公司叫 VOC。当初包括咱台湾在内哦，因就是 VOC 一间东印度公司哦，因过来台湾开垦。但是荷兰人来遮的时阵哦，伊的想法无共款，伊要建立一个军事据点嘛。啊，第二个哦，伊嘛爱伊的安全，所以有伫安平遮就设庄仔药，开始家己烧庄仔，做这红庄仔，也是石花，佫有一个足特殊的工法，就是壁设。银啊和这墙啊哦结合的所在，用一个壁设对外墙村里面哦高调的，就是因为要加强咱这个规个银啊的承担沉重的力度啦。对荷兰时代哦，一直到清朝，一直到日本，甚至到民国40、50冬，佫有看到新起的厝，佫有搁咧用这款壁设。原来伫17世纪，台湾的建筑已经国际化，毋但安尼，即阵台湾人所使用的甲，嘛甲荷兰人有关系。到底行过400冬的台南是安怎影响台湾？这其中也有偌侪咱唔知影的故事咧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这是台湾款，我是主持人嘉豪。讲到台南这个所在，大家想到讲，台南是有真侪古迹，而且有真侪好食物的所在哦。不过也有人一个讲，这2024年是台南建成400年，也这个400年是安怎算呢？是敢是对这荷兰人来到台湾这个所在开始算这400年呢？来到这台湾这个所在，迄当时的台南是生做什么款的景致，是什么款的模样？这荷兰人来到台湾了后，对咱的台湾史有什么款的影响甲变化？今日邀请到两位内行人来到现场，甲咱开讲。头起先要来欢迎的这位，就是中建院台湾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，欢迎王嘉音老师。老师你好。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第二位要来欢迎就是53年台湾史料基金会秘书长戴宝川老师。老师你好。各位观众大家好。讲到英国迄个历史时代吼，有经过一段时间，是各国开始伫咧互相竞争。也不离过吼，讲到这个荷兰人吼来到台湾，会当讲是千里迢迢啦，无亲像讲咱即马坐飞行机吼，可能半工一工就到位啊。而且因迄个时阵，这个过这个大海洋吼，会当讲是冒险啊。为什么会特别1624年迄个时阵，因选择来到台湾呢？荷兰其实是欧洲较细、较慢兴起的一个国家嘛，世界嘛本来甲伊统治的嘛，所以嘛甲伊车拼战争70、80年咧吼，一直到1648年，荷兰才变做一个较独立的一个国家。所以这个过程内底，伊嘛是共款要去世界各地所在吼，来去找一寡新的土地，也有啥物物产吼，所以拢会这个竞争。所以西班牙走到规世界嘛吼，伊嘛去美洲，较重点是中南美洲，嘛来到亚洲嘛。荷兰共款要甲伊竞争嘛，世界去啊。所以就真正足拄好的，伫这个1624年的时阵，荷兰来到台湾，荷兰嘛去到美洲的北美，就是即卖纽约。所以这就是代表迄个时代，这种航海殖民的国家。伫规世界活动内底真趣味一个所在，等于咱台湾的历史，伫迄个时代都真有一个世界历史的迄个意义，所以咱嘛爱有迄个世界历史的眼光。老师，我好奇请教一个问题哦，就讲吼，这个所在、这个国家吼，这个岛屿伊唔去，为什么偏偏要来到台湾，啊，搁经济纽约啊？因为咱若先看美洲迄边，伊荷兰甲西班牙嘛咧竞争嘛。伊已经知影中南美洲是西班牙先去啊，所以莫讲伊就去甲伊对强嘛，伊就要为即个
等于即个美洲海岸遮啊，所以伊就去即摆纽约遐啊。伊嘛毋是上早去啊，其实伫即个1609年，迄个哈德森嘛已经去过纽约所在。啊，因即款的消息嘛，因拢会当了解嘛，所以就会去遐。啊，来到亚洲的问题是因为荷兰伊嘛知影东方即个有足侪物件，譬如讲迄个因迄个饮食需要的迄个配料啦吼，也是讲中国的丝啦吼，有的遮物件拢有足大的迄个市场嘛。啊，所以伫印尼遐面足想要去中国啊，啊嘛足想要去日本啊。啊，所以台湾伫即个所在就真重要啊。啊，所以伊就为印尼遮起来啊，注意到台湾海峡的平和，啊，注意到台湾，啊，因为咱知影伫迄个时代是明朝帝国的晚期嘛，伊就无欢迎外国人来嘛，啊，所以伊要搁经过这个所在，伊无法度去中国的沿海出了一个军机的港口，啊，拄好台湾有即个伫迄个因迄阵的航船要经过的所在。嘛真拄好嘛，因为虽然中国袂当去，但是嘛是会当私底下做贸易啊，会当去日本啊，所以台湾就因为这个重要性，所以伫同一个时代，伫遥远的美洲，因会去找一个军据点，啊，伫亚洲遮，伫印尼，搁再徛北边嘛，找到台湾作为一个上界重要的一个会当殖民、会当做生意的一个所在。今仔日遮有2张的图片。一个是伫咧台湾，一个是伫咧纽约这部分，吼，这2张。老师，你会当甲咱讲，哪一个是台湾，哪一个是纽约？啊，这个吼，咱遮毋一个 VOC 有无？嘿，啊，就联合党印度公司啊 ，WIC 就迄个啥，迄个西印度公司。吼。老师，我有发现讲吼，这张图片啊，因2个迄个城市的规划看起来，乃足相像的啊。因基本上咧起城。有教科书啦，哦，迄个起城堡有教科书，就总讲办城堡要有一个灵堡，吼，啊，一个主城，哦，一个副城，哦，这种有一定的规矩，哦，比如包括城嘛是要有一个副城号，哦，你看，所以咱你看这种安尼架起来，这边海嘛，对，啊，对，这种家己的人做无要紧，那副城号一定要爱啥，这个主城。甲这都市中间一定要有一个啥，有一个河吼，啊一个启用起来，就这种课本内底，建筑课本内底，拢安尼用，啊所以毋知起起来，大家差无偌济，啊无变化。啊，老师，因迄当时因起城的这些材料啊，是安怎来？啊，又搁是安怎起？啊，起起来迄个形体，甲咱台湾有啥物无共款？安尼。一般讲起来吼，因为你知迄个时阵一代船对欧洲来，用在物件有限，所以呢建筑物主要是就地取材。就地取材。吼，比如包括这砖啊，嘛是围拢是台南烧的。哦，这就是你讲迄个因起这个城，伊的砖啊是伫咧。是咱台南烧的。台南烧。哦。若毋是台湾烧，就是走去中国，伫中国运过来，因为当时咱台湾烧无够。荷兰又去台南，然后去到纽约。要听讲吼，伊对这2个所在，伊所要去做的啊，去应对迄态度是无共款。而且听讲有拍算要伫咧台湾这所在要 long stay， 就是要长期来经营。为什么有这款的差别啊？这可能吼，因为荷兰伊去到纽约遐，咱来看迄个地理甲环境的条件吼，其实甲台湾无共款。因为也是较高纬度嘛，较冷的一个所在。啊，拢是有一寡少数的美洲的原住民伫遐，所以规个等于伊迄个经济甲迄个贸易的条件哦，其实甲台湾无啥共款。因为荷兰来台湾已经升伫印尼啊嘛，伊已经知影印尼是较热一个所在，甲台湾离啊小接近。所以台湾其实靠有一种。就是讲迄个农业经营的迄个环境，啊，用台湾佫会当做一个真重要一个航运甲贸易的一个根据地啦。所以这是伊较纽约较无共款的一个所在。所以你看，因来了后，伊就会开始做足侪建设。春拄啊，洪老师讲伊起一个城堡。迄个伫迄个新阿姆斯特丹有起，但是台湾起个足好势，伊起甲迄个灵堡以外，佫起市场，足侪物件佫建设，就是讲公共建设就做较济啊。嘿，什么市场啥做较，其实足有规模的。佫再来，伊
真迄个认真，就是派，就是已经要固定伫遮要经营啊，所以伊就会为巴达维亚吼派迄种比总督搁较减加一层次的做长官啦，吼就等于来负责台湾的行政，所以嘛设足侪物件吼，变啊派行政官员，当然嘛有军队嘛吼伊嘛有设一寡即个，譬如讲甚至法庭拢有呢，吼嘛有讲就等于讲安排地方的人安怎来统治所有种设议会，吼甚至嘛设病院。甚至嘛设即个监狱迄种的，总有人做歹代志。吼连迄个已经要住足久，甚至有人会死去，连迄公共的墓仔埔拢有。所以讲设计甲足好势。过来伊为了要统治这原住民，所以嘛固定搁派遐神父啊，嘛迄个传教士啦，迄牧师来传教。所以伊已经就想讲，即个所在是较会当长期来经营，直接发展经济，搁甲即个所在。作为一个会当贸易的一个根据点，所以伊即个考虑是甲纽约无啥共款，这是较基本上的一个差别啦。拄则听到老师讲，这荷兰人希望踮咧台湾这块土地呢，加做一个长期以来的一个海上基点，也引进了真侪汉人来到台湾这块土地要来开垦。对于1624年来到台湾这个所在，差不多是38年后来离开。不过伫咧纽约去一头呢，同款也是差不多的时间。究竟这时间是一个巧合，或者是误会呢？咱需要休困一个，卡停啊，继续讲。头拄也老师有讲到吼，无共款的人来到无共款的世界。无共款的所在，一开始无一定是冲突哦。不过这落尾百面会发生这个冲突。亲像老师你都有讲到，这荷兰人来到台湾了，撞到咱在地原住民，也甲咱在地原住民，敢有啥物款的纠纷发生啊？好，咱拄开始吼，咱拄啊这影片内底吼有这张，这一张批啦。因当初去纽约土地唔是占的，是用买，用60河吨，去买差不多万外价，有这来这种写，这万外价的啥，甲迄个模糊原住民甲买万外价的土地，共款，荷兰人拄伫咱台湾吼，咱有传说是讲啥？讲荷兰人用牛皮骗原住民，迄传说啦。但咱看就讲啥，你若看资料内底，我那差不多共这个时间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引用15块布，15块敢若迄个啥印花布，甲原住民讲买差不多啥，买迄个台南的赤坎这个所在，甲买落，做拄开始拢是用买的，表面上是用买的，但是咱台湾这边迄个原住民就讲，你若应该是你是。敢若讲1626，你买一档，若1627，搁买一档，迄个这原住民算多啦。就是安怎你知？荷兰人但因第3档了，因感觉讲，这土地算变阮占的。本来是感觉租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其实讲用租的。但过2、3年了，因就感觉讲，阮来用占的。做占的了，就无搁继续互原住民15块地布。做安尼了，种的资源是啥？两个概念无共款，就一定冲突出来。所以包括迄个啥，迄个纽约这边嘛是安尼啦。因敢有发生啥物款较重大的款冲突？比如讲，已经有到老伙老弟啊，拍输的，是安怎来管理这个土地？咱先拄仔戴老师在讲，先有名是讲麻豆溪，还是麻豆社事件。过来就话咧，咱讲迄个他分林甲中华的法宝人。就这两个所在，因的原住民的势力真强。毋若真强，因原住民佫含迄个啥，对换这个中国福建。遐个啥，遐汉人完了互相合作的迄关系。所以海贼毋是干台南有尔，包括啥你知？包括伫讲这个台南较北平，也是甚至伫嘉义分林，拢有海贼。所以大家拢有一个势力。荷兰人伊来讲，我们占这个土地，我们变这土地主人，伊就安怎将这外口的势力给排斥掉。我专讲原住民本来就含汉人，也温暖也合作。麻豆就合中国的海贼有合作。所以啥，迄个包括比如讲看故事讲啥讲，
迄个荷兰人为着要去拍码头这边的海贼，爱要过这码头溪，还是过这个啥，迄个将军溪，水上急，啊，所以叫人原住民甲按掉的，按迄个荷兰人过。啊，荷兰咧啥，迄个原住民则按到溪中哦，则故意将荷兰人弹落去，荷兰人死60多个。啊，后来荷兰人捉去的，则派兵去拍码头。啊，搁较后壁派兵去拍法国人。啊，当迄古早的战争一般讲起来，冲突死人无济啦，大部分拢将个厝烧掉。啊，譬如我拍到码头，拍到这个法国人，就将这部落者的啥，因那原住民草厝啊，烧啊光，啊原住民走去灭。所以一般讲起来，迄个时阵咧冲突，嘛无像甲碰风讲嘛，讲人死足济。因为一般讲若死60个，死100个，就不得了。这个是这大家最有名。你讲荷兰人统治台湾这段时间，荷兰讲当然就讲是讲我就是这土地主人啊。伊管理原住民有同意无同意。啊，所以因就照因的制度来。因伫欧洲，因有一个啥，敢若讲咱现在有国会拢固定，比如3月啊4月吼，弄一个爱开议。所以伊嘛将这个欧洲的制度讲到台湾来，等于说咱的地方会议。所以讲，用差不多3月到4月吼，就号召这个南北二路。南北二路包括个淡水。也是讲这个啥，全台湾，听我全台湾，迄番社的头目，也是长老来台南开会招奖。每个2月3月当那咧，迄个总统拍鼓吼，甚至走去台湾的深山那内。山地门内底吼，拍鼓，叫因来参加这个会议。这会议若开了，荷兰人就感觉讲，爱用这长岛啊来招待这个啥长岛啊。你看欧洲毋是拢一个长岛啊？对。招待这头目长老，伫遐食鸡肉，用签仔咧缀。所以咱古早开始吼，用签仔咧剁咧食，就这时阵开始的。再伫这个地方会议才开始讲啥？讲到一个头目也是长老做得袂歹，应该继续做落。就包括讲，什么社的头目甲长老可能做得无好，就将这啥，咱讲啥个定调吼。咱讲中文有藤杖。藤杖你看，大家只要看，只有一个藤杖。也迄个敢若棍仔的嘛。棍啊，定调啦。定调面顶个面顶个用一个假荷兰人哦。这就是啥？一个官威，一个头目。也是讲长老，然后加一棍啊，表示讲伊是个，是代表荷兰人咧统治。就每年1摆。看你若做了好，你棍啊继续互你；若做了无好，就甲你收倒来。就透过安尼吼，所以有人安尼讲啦，讲本来是原住民，大家拢冤家以外吼，就荷兰人来了，才开始啥，原住民才有咱自毁出来。因为有人讲。真原住民来讲，真正有一个共同体的感觉，可能这个时阵开始的。讲到吼，这统治了后，我相信啊，一个当权者吼，伊甲这个土地占领落来后，伊这人拢是归我管的。既然归我管的时阵，我一定要甲你收税金。迄个时阵，因收的迄个税金是重啊无重啊？荷兰伊统治台湾哦，其实收足侪款税啊，因为咱台南遮是伊作为一个这个贸易的重点嘛，所以。迄个日本船来，荷兰的船来，连中国迄边嘛有走私的来嘛，所以第一项税吼是就是甲即马共款啦，就是咱即马讲的关税，差不多10%啦。第二种税吼，就是收即种，譬如讲咱拄仔讲的，即个台湾的原住民互伊统治啊嘛，就是迄种咱即马名叫做人头税啦。人头税。其实长山走来台湾，迄嘛爱交税啦。就是照大人囡仔安尼拢交税啦，可能囡仔会较俗安尼啦。每个月15日去交人头税咧，迄袂少钱咧。有一段时间吼，要鼓励咱拄有讲到要移民遐个华人来台湾吼，所以有一段时间会当讲好啦，要鼓励你移民啦，所以人头税会当扣较少的。过来就是讲，迄阵足侪拢来掠鱼啊，所以掠鱼啊嘛爱收租啦，顺讲。迄种中国大陆迄个掠乌仔鱼来，嘛差不多10%啦。意思讲，差不多你掠10尾就要1尾交租啦。原住民去拍啦，迄落仔皮迄嘛爱交税啦。
有时你会去挖一个陷阱，要去掠鹿啊，嘛拢爱照算即款税啦吼。搁再来，迄个连拄仔咱讲着吼，迄个你设一个敢若工厂拄仔咧烧迄砖啊，迄嘛爱扣税呢。因为你台湾等于你迄袂输敢若咱即马讲的货物税甲营业税共款啦。吼啊，连即个譬如讲迄个你做一寡物件去量迄个重量啦，咱用华语讲叫度量衡的啦，伊嘛爱算税啦，所以真侪拢爱扣税。啊，为着安尼吼，伊嘛爱了解讲要了解偌济人收这个税，啊，你有偌济伫种做啥子，所以开始有人爱去统计讲控制土地偌大，啊，所以毋知咱台湾有一种讲法，就是讲伊家伊的迄个算土地迄个方式，因为咱知影管理一个所在，一定会知影讲我偌大的土地嘛，啊收税收偌济嘛，啊，伊就家因迄个爱去迄个价的迄个用词吼，用来台湾，啊，所以毋知有人就安尼讲。啊，台湾即个价吼，就是迄个阿克迄个演变来，啊，一价地就是差咱即马讲的差不多9700平方公尺啦吼，就是差不多咱即马定来讲哇，咱拢惯势用日本式的几平嘛，就2924平嘛吼，啊，这就台湾的特色啦吼，所以台湾的足特别的，你像像讲原住民讲，嚯，恁部落偌大吼，伊讲嚯，阮迄山全拢阮的吼，啊，你去问一个参加啊，讲恁土地偌大吼，伊就讲嚯，阮土地吼，几落10甲安尼吼，啊，咱即摆拢领土越来越小啊，恁兜大厝大偌大，啊，阮兜大30-40平，哇，啊，就真大安尼吼，啊，走去地政事务所一个登记，拢爱变做平方公尺，迄单位还佫较细，吼，所以这就是咱台湾较特别的一个所在，啊，所以有人就咧讲，啊，台湾即摆嘛管到金门咧吼，啊去金门那拢无咧算这，因为荷兰都无统治金门啊，所以有去啦，但是无统治，所以就无即个算法。啊，因嘛无算平，因为日本统治金门才7年嘛，啊台湾50年，所以有即个历史所统计即种算面积的方式，嘛咱看出讲其实即个影响啦真深啦。这张相片内面吼，有一个灯，一个敢若是红色的，这个印啊，这是什么款的物件？因为因迄个时阵为了要维持一个即个船只往来吼，譬如讲爱管理嘛，吼，避免讲为了海产咯，为了是迄个非法的贸易，啊，另外是管制啦，就是讲有时啊像譬如明朝帝国伊就给咱限制，含日本伊就限制讲我一年敢若会你当几只船来嘛，安尼咧管制，啊，所以因迄阵就是共款，就是讲甲即卖海关差不多啦，你船吼要出入要有迄个船的迄个。比方是做啥物船，啊可能载偌济，啊双方吼拢爱有一个迄个，敢若像讲船来注册安尼，啊拢会用一个红色的迄个，敢若因迄阵是有一种水的迄种物件吼，啊甲印落去，从烧了印在内底，安尼你就较无法度去乌白乱舞啊嘛，所以这因伫日本甲这吼，因就叫做注印船啦，红色的啦，啊就是照这个就是讲我是正式船来遮。做生意毋是咧海贼啊，毋是走私的啦，就是讲伫17世纪吼，咱毋是干那关心荷兰伫台湾，其实东亚的世界，荷兰为印尼做生意，甲台湾做生意，嘛甲中国做走私做生意，甲日本做生意，啊，但是伊有一种管制嘛，啊，有啥迄个收关税问题，啊，所以日本方面吼，伊就感觉。其实是讲我可能爱自由贸易啦吼，啊，你这荷兰啊管一大堆啊，所以咧滨田曾经甲台湾的长官吼，甲掠去日本去，啊，这就是足有名迄个滨田米兵卫事件。咱即摆简单讲，就是讲伫17世纪吼，一种国际贸易内底纠纷啊，互咱了解讲迄个时代吼，其实台湾是真有迄个世界性。对，啊，讲到荷兰吼，来到咱台湾这个土地。踮这个所在吼，会当讲是有短时间有踮喺台湾开始定金要来生团，而且咱台湾有真侪文化地号名，甲这荷兰是有牵连哦，包含着咱的饮食文化，共款是受到影响。究竟这影响有偌深有偌济？咱就小休困一下，确定啊，继续来讲。台南新化的旧地名号做大北港，嘛是上早甲荷兰人有来去的原住民聚落。当时伫遐也有一个号做洋娃港的港口。伫洋娃港，毋来当坐船去安平出海，
嘛是希拉雅甲外国人进行落皮买卖的所在。咱目前伫遮是保生大帝庙，在伫400年前到300年，拢有一条溪，船仔会当入来。这张图就是当时的模拟图吼。这搭是出产足济梅花鹿、梅花鹿。啊，荷兰人呢，为着要卖鹿皮，所以从啊船入来遮采出鹿皮。当时是用新化的鹿皮卖到日本，卖到印尼。啊，所以为着要安尼，从啊从伫遮成立一个港，叫做洋仔港。哦，洋仔港是安尼来的。后来差不多1826年，因为新化做大水灾，所以洋仔从啊规个拢无港口，也无港啊。所以1826年过就无港啊。因为荷兰的是引进水牛嘛，所以开始有农业嘛。但是农业种就稻啊啦吼，甘蔗，荷兰人来以后，较发展出来。荷兰人统治台湾38冬，除了将台湾出产的鹿皮甲蔗糖销去国外，嘛甲沙巴鱼、土山仔、甲莲雾等等的物件引进台湾，即阵也正做台湾出名的物产之一。到底伫遮的食食文化背后有啥物趣味的故事呢？讲到荷兰人吼，因千里迢迢来到台南，或者是去到纽约迄个所在啊，除了要建造一个海上据点，上介重要就是希望讲，伫迄个当地所在会当摕到物件，将这物件送转到因的国家去。要请教这个王老师吼，因踮咧台湾啊，除了就是建设一个海上据点以外，啊，办遮定金开始伫遐做贸易，伊上介希望伫台湾摕到啥物款的物件转去啊？好，咱先主要是讲，咱来看伫16到17世纪，伫亚洲也是讲迄个交易，什么物件趁真侪钱？啊，迄个主要讲布，也是讲这肥啊以外，其中有一项是鹿皮。鹿皮哦。吼，啊，因鹿皮拄啊，迄个市场主要是日本，因日本拄啊建国时代。吼，鹿皮的公用，人要咱穿裤吼，裤嘛是鹿皮做呢。哦，所以日本人咧，因伫迄个丝甲布还未完全传入去进程吼，因大部分拢用鹿皮做衫，做武装的衫对吧？吼，做内里啊的衫吼，还是穿裤。所以日本人因伫16世纪就甲泰国买鹿皮，甲菲律宾买鹿皮。啊，但是荷兰人来台湾了，伊发现讲，哦，原来咧提供日本人迄个鹿皮，迄个市场，台湾嘛算一个大宗。但是荷兰人少，因就将这鹿皮拨互汉人去掠。啊，你华人来讲，我差不多这个好买。分种啊，好买吼。讲这个鹿啊，拢阮来掠。啊，鹿皮我咧提供几万张互你。啊，荷兰才开始迄个啥，甲你收税。啊，所以基本上伊就物产日底上对这个鹿皮收益利润占袂少。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啥，咱伫16、17世纪，糖甲米，拢原来种伫亚洲足重要，特别是中国福建，中国福建米无嘛，啊，中国福建你来走去啥？走去广东，走去浙江，去运米来，啊，若无就走去泰国。啊，做荷兰人看咧讲，啊，哪咧我台湾来种米啊？哦，所以荷兰人伫1630年代就开始种米啊，啊，种了后来毋知变讲啥，咱台湾的米拢是中国福建吼，拢爱靠咱台湾。哦，所以荷兰人嘛看到这种生理的商机啊。哦，这是米，鹿皮米，啊，过来糖本来嘛拢中国生产的。糖本来中国生产的，啊，中国都不停咧发生战争。哦，啊，讲要出来一，比如我甲你答应我要摕1万斤互你哦，啊，中国讲拢无做啊。啊，无做荷兰人就啊，干脆无咱就台湾家来种。哦，啊，做种了你看哦，所以糖甲米。拢都比中国较厉害，啊，咱台湾种的米拢比中国较好，哦，所以伫咱台湾，我主要是生理的角度，哦，啊，再生活啦，哇，迄个讲米的供应，中国供应无好，就家己伫咱台湾做，啊，再拍出一个天下出来，咱台湾的米糖足重要。
也对只老师你讲到吼，迄个掠鹿啊，因为佮是要取这个鹿皮嘛。咱今仔有看这个相片啊，只有2张图，会当请老师甲咱小简单解说一下无？因为伊特别伊写这文字是嘛是荷兰语还是？无，这是德文。德文吼，德文。所以你看，这一个 Ein Formosa， 这种德文。吼，我想这小讲这，伊来讲，阮吼为对吧？为老本啊，阮逐工都在走。吼啊，做是咧描写讲，迄个啥，咱包括咱讲的地方会议，啊，甲这拢是啥？一个迄个瑞士的佣兵，瑞士啥，红车的军人，在场啊，伫遐围出来。哦，啊，伊就讲嘛，讲哦，你看原住民做爱都要走的吼，啊，你热落皮，啊，热了都因这咧啥手款的，跟亮，哦，伊咧讲这啊，啊，因主要是安尼，咱来记一个概念啦，吼。面顶该站是荷兰人无毋对，公司的管理者，比如长官啦、中官会啥呢哦，啊，伊拢是荷兰人，但是下骹咧做兵的，啊，一个什么，迄个水手啥吼，真是拢对德国来，真侪拢是对咧啥，迄个丹麦，对瑞士来，啊，做迄个时阵吼，共同语言也有讲德语，啊，也有咧讲法语。冇咧讲，啊冇咧讲啥？迄个荷兰语，咱来记住台湾的世界性，唔是干那荷兰人，荷兰是公司，公司下骹的人有法国人，有瑞士人，有迄个啥，有这个丹麦人。其实咱今仔这个话题吼，其实就是主要互咱吼扩大咱台湾的迄个对历史的。迄个观念啦，所以伊拄仔讲了德国，咱唔通用即摆角度去讲，哇，德国甲荷兰的德国遮大，荷兰的小国。其实伫迄个17世纪是根本都无迄个德国的啊。无德国，无德国啊。而且确实有影，迄个荷兰语甲德语是足接近的。就是讲，咱若即摆去看荷兰语，其实伊是德语甲英语、荷兰语这3项。留啊南做话啦，啊，咱用安尼来看，就讲，有人的往来，当然有贸易嘛，啊，有人有来去啊，啊，所以就真侪就咧传讲，哇，荷兰来台湾，吼，足侪物件拢摕来台湾，吼，什么豆啊来就讲，尾也讲做荷兰豆啦，吼，什么莲雾啦，什么酸啊，就拢引进。其实吼，那以纯讲酸啊啦，吼，甚至咱谈讲的芭乐啦，这其实台湾本来就有啊啦。啊，但是因为荷兰来到台湾的时阵，这有的本来的物件，伊嘛会甲伊记录嘛。啊，有的去看到这了后，就迄看到讲啊，荷兰的文献啊写这，啊，就目睭变啊，敢若是酸的遐大粒共款。啊，就会感觉拢逐项是伊遐来，其实毋是讲足侪物件拢伊遐来。这是其实我爱看的是讲，其实像咱拄仔讲的，比如讲芭乐这款物件，像讲甚至莲雾甲酸啊这，其实台湾本来其实是有啦。啊，就是荷兰等于甲伊。发扬光大，大家较了解这款的物件，吼，这是应当爱安尼解释啦。所以这是荷兰互咱的一个意义，就讲其实有，啊，伊互伊变做足有名，啊，所以变做讲哦，逐项拢讲是荷兰来，啊，毋是讲荷兰无摕物件来，有哪有啦，啊，譬如讲。伊用咧要耕作有无？啊，台湾咱有注重啊，咱人的迄个要去耕作的能力无够嘛，足需要用牛嘛。啊，咱台湾2种牛嘛，一种是乌的水牛，一种是赤牛嘛。水牛即马是也无法度找到证据，讲到底是啥物时代台湾都有啦。啊，但是若是讲迄个赤牛吼，因为伊会当拖车佮拖迄个石磨去制糖这吼，这是较明确是荷兰引进台湾，所以这是。较清楚啦吼，啊，春话嘛，你讲哇，什么沙漠鱼嘛是荷兰引进，其实毋是，沙漠鱼本来就咱台湾遮就有啊嘛，南洋遐嘛有啊，啊，其实这沙漠鱼迄是南岛语嘛，啊，荷兰来有时伊会甲伊新号名，有时嘛会照本来迄，啊，咱台湾的人有时嘛会照即个原住民的话咧讲，你像讲芭乐迄就是原住民的话变来啊，你讲沙漠鱼就是南岛语啊，吼啊有诶嘛会当去用迄个西洋讲来的话啊，所以像讲啊，咱台湾本来较无咧食迄个烘的物件，吼咱食饭嘛吼，啊有人就讲哇，这荷兰来台湾嘛有开始有烘焙咧吼，互台湾食芳咧吼，啊咱知影芳其实原始应当是迄个葡萄牙语啦，啊葡萄牙甲迄个西班牙甲荷兰拢有一寡关系嘛，所以来讲亚洲甲即种的用词嘛会当传到台湾来啊。这甲同款啊！你荷兰有来印尼，有来台湾，啊嘛真长期拢甲日本有关系啊。啊，所以因本来伫迄个冰河嘛，伫希腊岛，
啊尾啊，互日本甲赶去，然后甲杀去遐。啊，你看荷兰影响为接受迄个西班牙迄个卡斯特拉，因为因迄个西班牙国家就是迄个卡斯特拉甲阿拉贡合并嘛。啊，因做迄个 cake， 食迄个咱讲鸡卵糕啊，啊，其实是迄个本来西班牙语，啊，伫迄个日本伊就甲讲卡斯特拉，啊，荷兰有来用即个，啊，佮传到台湾，经过300-400年，伫日本时代，伊佮甲念做我，所以那萨基甲台湾伊佮有关系啊，所以咱即马讲的迄个长崎蛋糕，其实就卡斯特拉是日本话。啊！你甲讲啊，上原始是受荷兰的影响，啊，搁再搁较早其实是原始是西班牙。也讲到这有人来到的所在，必定会产生到教育，也有宗教文化。也这个荷兰，这个东印度公司来到台湾这个所在咧，将这物件带入了后，甲当地者的住民有啥物款的冲突，或者是改变，或者是产生到无共款的效果，咱较停下小休困一下，继续来讲。讲到荷兰来到咱台湾这块土地，差不多有38年的时间。这时间讲长无长，讲短无短。不过，咱这块土地生活一定会碰到真侪生活当中的问题。包含讲，若像你若是破病的时阵，要安怎处理？要在生活当中的这点点滴滴要安怎做，才会顺势。今日来看这张图片，请教老师，这张图片是伫咧画什么啊？若要讲荷兰时代吼，咱拢会唱一首歌做《安平追想曲》。啊，安平追想曲，咱会讲，伊是荷兰的军医。伫荷兰时代，咱若讲荷兰的军医，一般有当时啊，军医伊会甲患者咧天头师，用坐船啊，对欧洲出来。一般迄拢是啥？毋是伊行出身的啦。啊，因就讲话，当初要自我培养，就讲啥？含迄天头师傅同齐训练出来，所以伫16世纪，你通看出讲啥？迄个外科医生，有当时啊，第一个病人是咧扛天头门，咧刮手手；第二个病人是扛咧骹甲锯掉。所以伊古早的外科医生有包括扛天头，啊，佮包括扛迄个啥，扛手术。啊，你看做这个地图是咧讲，这嘛是外科医生。啊，外科医生当初因流行爱放血。比如你若感冒，就感冒，你脑因可能啥有物件爱开头开掉吼，爱放血。所以你若咱若去了歌讲，伊是荷兰的军医哦。若阮咧讲历史来讲，哇，荷兰的军医安尼无啥好，你知无？军医毋是正式医学院毕业的。甚至阮咧研究也讲，当初荷兰人吵，因来伫欧洲来亚洲，因死伫船顶的，只是讲迄个啥？有大风大雨，船变过，是伫这个船难着啊。迄个风雨、暴风雨，那个沉死的、淹死的吼，很少，大部分拢死伫啥？外科医生的手头。半汤塞就对啊啦。半汤塞，死伫半汤塞手头，对对啊。我毋知这张图片大家知讲嘛？讲，咱来看荷兰时代迄个啥，迄个军力毋好伤过伤悬。因为有当时啊，因的啥？因的迄个，因的医术无一定比啥，咱台湾这边医术较高。就有当时因有迄个啥，迄个啥，有讲咱骨头上咧生啥，咱因拢荷兰人感冒去做啥，做针灸。去做针灸。所以即个讲迄啥，荷兰的军医，嘛毋是讲，咱若要讲当初的社会，荷兰人来，因有因一个啥，航海上有因科学上。有因的革命的所在，但咱亚洲嘛，亚洲家己的啥，可能伫迄个啥，咱的医术，也是讲伫即个啥航路，咱的船只嘛，无一定输荷兰，还是输欧洲，输足地。可能以后东西方有差，迄种19世纪以后代志。16、17、18，基本上差不偌济。对，所以其实这个安平对象课老师都有解释，就讲伊是荷兰的主因也认真讲起，迄是一个美丽错误啦，吼。也咱拄则有讲到讲吼，这个荷兰人将这物件传入来了后啊，也包含着这个教育也个宗教这部分，也想要甲伊摘入来。来请教到咱的戴宝川老师吼，
这个宗教甲教育这部分，伊扎入来了后，对咱的这本土的这个文化，是讲甲咱即摆目前的咱台湾传统的吼，会当讲是已经真传统的一款基督教吼文化，有啥物款的概念吗？我拄仔看到洪老师咧讲迄个道的时候，我较补充一下吼，各位你若去迄个，譬如讲去剃头店，无拢有一个迄个蓝色、红色、白色安尼伫遐洗有，迄你就会当了解，其实古早的医生甲剃头师傅是同一个源头的啦。伊迄个红色就是迄个血内底吼动脉啦，蓝色、蓝色也是静脉啦，就是动脉跟静脉的意思。迄个血液的颜色啦吼，迄是就是足趣味的啦吼。啊，这是咱讲了，等于较具体人的代志啦。咱另外一个讲一个精神文化的展出啦。因为荷兰伊统治台湾吼，迄其实伫迄个时代，规世界拢共款，因会派这殖民者去，也会派士兵去，也会派生理人去，拢会有迄个传教士啦吼。比如西班牙拢有神父去，啊，这个新教的荷兰都迄个牧师共款，所以因会来传教。啊，但是因发觉台湾这病埔伊就无文字嘛。啊，无文字，无文字要安怎都无法度甲伊教，因为你干那用嘴咧讲暗念无法度嘛。啊，所以就发觉讲，用一个方法，伊就会开始学即个台湾病埔的语言，啊，甲即个马太福音、甲基督教义即上基本的即个即个基督教的即个爱读的物件，啊，伊就用即个主要是台南地区吼病埔，可能是。其实有两三种的语言的翻译啦，啊，较济是用迄个新港社的，迄个新港社这用即款的，甚至连屏东遐嘛有即个咱即马讲马卡岛，伊嘛有一套是用迄个屏东迄边的来写啦吼，啊，就是用即个罗马拼音，啊来拼即个咱即个病埔族伊讲的话，啊，其实内底就是咧写即个马太福音甲基督教义，啊，即款的物件，加一个迄个约翰福音已经吹掉啊。已经吹掉啊！我这新的发现啦吼，啊，所以伊就用安尼了，变做台湾足趣味的。咱有时讲哇，这病埔袂输敢若翻啊，其实毋是袂使人讲人翻的，人伊就足早会晓读册啊咧。吼，所以就会晓读即个讲红毛字啦。用这啊，因尾啊发觉讲，用即个方法嘛会当用伫尾啊时阵，到清朝统治的时代。汉人来台湾，而且汉人拢白人拢歹人嘛，拢专工骗啊。啊，所以伫这个签合约的时阵，因受荷兰的时代影响，已经有近代迄种等于咱讲的法律的观念啦。就是讲啊，这个土地要有签约，至少你爱偌济的钱，互我偌济土地，互你租你卖你，这个观念有啊嘛。就咱即摆讲签约的观念。啊，因为因甲清朝这个病埔嘛是毋捌汉字啊，啊，所以伊甲汉人咧签约的时候，才会出现一种讲，好啦，恁两个签迄个汉字的，啊，但是我都毋捌汉字啊，我就用我的字来写，啊，所以台湾就出现这种吼，咱即摆咧图片看到的，一边是写即个，咱即摆拢看无的，迄洪老师看有的吼，啊，另外一种是汉字的即种的，啊，即种主要是用伫迄个签约啦。哦，所以并毋是荷兰时代哦，荷兰时代无即个汉字，颠倒是清朝统治了后，即个病埔的甲汉人咧开垦土地，才用这来签约。传统上讲，这叫做新港文啦，啊，但是一般来讲，其实咱是讲番仔客啦，因为病埔较早就叫人番仔嘛，啊，所以就番仔客。啊，即款的物件吼，变做台湾其实是真特殊的一个史料啦。哦，因为至少1683年开始哦，一直用哦。即马洪老师甲李仁奎院士因去吹出来吼，总共台湾即马差有170件左右的即种的文书。吼啊，其实即马拢无咧用啊啦。咱用语言学来讲就是讲，这其实是一种死文字啦。嘛真困难讲用即款的即个番仔客吼来等于回头来，或者个病埔佫会当来讲完整的语言，这即马已经足困难啦。变做是一个较对台湾非常特殊的这种文书。啊，即款的文书内底吼，真有意思，就是讲代表台湾的病埔的吼，其实真早已经文明化，已经会晓用文字，啊，佫有签约的观念。啊，上界重点就是讲，伊上尾也出现是1818年啦。就是讲已经荷兰离开吼100多年啊。咱台湾的病埔啊，佫会晓用即款字，这是足特殊的一款物件。啊，因内底即个字内底，伊有即种等于罗马拼音，啊，其实因嘛会受到即个
迄个台湾汉人讲的葫芦话影响。比如讲，伊若是讲乾隆39年，伊嘛用乾隆这个台语来拼音啦。啊，几年因为平埔的年，甲咱汉人的观念无共嘛，所以伊迄个年，伊嘛是写 NI 啦。啊，伊嘛无迄个月啊，所以伊嘛是写 GUEH 嘛，几月，所以这足趣味的。伊用台语嘛写伫内底。啊，上介趣味吼，我甲咱的观众朋友吼，教你一个秘诀。你虽然拢看无吼，但你若有机会看到这个物件，博物馆看的时候，真趣味。咱平埔的吼。伊咧讲几年的时阵吼，譬如讲乾隆39年，伊会晓用阿拉伯数字，但是会写乾隆309。嚯！啊，你一个看，哇，要求迄乾隆活300几年，其实毋是啦，伊的309其实是39。这就是我要用迄个文书甲咱观众朋友讲吼，就是讲咱台湾平埔族伊迄个数字的观念是足特别的。譬如讲17。伊会写107，啊39伊写309，所以你唔通误会讲哇，这皇帝万寿无疆吼，活到300几岁，唔是啦，迄就是迄个文书内底有时咱无一定遐尔了解伊写啥，但是迄是趣味的所在。啊，当然看迄汉字吼，有若知影讲伊土地偌大啦，吼到什么数，有时甚至有图呢，画图，敢若咱地政事务所画图啊，土地偌大偌宽啊。一年，譬如讲，卖你偌济钱，也是讲租你偌济钱，其实足清楚，所以变做台湾史研究呢真重要的资料啦。对，迄个1624年到今嘛吼，差不多就是将近400年的时间。也当然，这内面这真侪历史这幼路的部分，咱无法度一直在节目当中讲详细。不过，想要最后甲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吼，就是咱台湾的。接受到这外国的人来到这个所在，不管是好也歹，你认为对咱即摆现代社会有啥物款影响？时代无共款，大家应该继续去说明啦。啊，我讲好的部分，接迄个啥，迄个戴老师啦，伊敢毋是讲乾隆39年啊写309，啊，其实这足标准的欧洲的法文啦、吼德文啦、荷兰文，比如讲来讲39，我拢啥，迄个 Nathan and Taylor。阮来讲，阮的9个30。我若21，你若21，荷兰文是21嘛。啊，阮是为了1 and 20。阮一个20，搁一个7。所以毋是讲迄个新港文主要翻下去，伊保留这种当初咧接受世界文化。所以这算讲，佮坚持，因为维持咗100年。所以咱研看就讲嘛。外来文化对咱有影响，外文化影响，来个用比较咧，足趣味的啥？咱主要咱毋是咧讲纽约，其实荷兰的基督教的牧师，嘛有是伫迄个啥，伫迄个纽约，嘛有甲原住民宣教，伫咱台湾嘛有宣教，两个比较，咱台湾比迄个纽约较好的所在，大家应该咧考虑啦。因安怎？荷兰人走了换英国人来。荷兰人走了，换英国人来，所以原住民的牧师拢一直有。所以因若咧讲什么物件，因咧基督教信仰拢应该继续做咧。咱台湾荷兰人走，咱就无牧师啊。无牧师，原住民家己咱搁加百万。搁写这文字来，所以要看咱台湾的原住民巧所在。所以有人用外国的文化，来证明讲咱台湾人伟大的所在。这是我一个回答你的问题，嘛，因大家咱观众朋友来思考讲，看这荷兰的资料，你会用去学到荷兰人伟大，嘛会用学到咱家己伟大。这是一个看历史的两个角度。迄个时阵吼，荷兰甲英国总共嘛差不多战4个阶段吼。迄个荷兰早期是甲西班牙相战，伫17世纪，尾啊1648年荷兰独立。到17世纪的末期，嘛是甲英国咧车拼，所以英国尾也变做海权的大国。所以当年即个纽约遐就去互英国摕去。但是荷兰嘛甲伊拄讲条件嘛，所以会影响到你看迄个1673年，荷兰甲英国有来去协调，所以就去签一个迄个布雷达这个条约。讲好啦，无迄个美洲遐有一个所叫做苏利南，就去让去互迄个
互迄个荷兰。所以一个伫迄个纽的遐个小小的代志，其实嘛去影响到规个迄个美洲的部分。所以南美洲荷兰虽然毋是足大的一个殖民国家，但是伫遐嘛有一个土地，一直控制遐，控制到20世纪的1975年，迄个苏利南才完全脱离荷兰。所以咱有这吼，就来讲历史的迄个时代感吼。会当甲牛较长安来看，迄个历史的空间吼，有来甲牛较宽来看，所以这就是迄个咱整个看这历史的趣味，就是伫这个所在。所以咱拄有讲到，因为1662年等于荷兰就离开啊嘛，咱拢知影好，拢咧讲电视讲偌厉害，安怎拄安怎，其实嘛无偌厉害嘛，围规波嘛嘛只荷兰尾讲好啦让你啊，毋则签条约。但是上界重要一个意义就是讲。咱要看台湾的国际性，因为荷兰伫1648年伫欧洲签一个迄个所谓西伯利亚条约，结果因迄个精神嘛，咧用伫即个1662年国姓爷甲荷兰签迄个条约，就讲咱双方都相见，就等于我荷兰都见面赢你嘛，我甲你签条约，咱签条了后，我摕什么走啊，什么福利，咱搁再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，所以人伊嘛有迄款的精神，放伫台湾即个。迄个咱即马因为咱定来看，拢敢若讲哦，民族英雄郑成功，其实颠倒无去注意迄个国姓爷后壁，迄个等于一个东亚世界，甚至甲国际史的一个关联的所在。所以，伫1662年迄个条就真清楚啊，伊第一条就是引用迄个1648年的 Westphalia 迄个精神嘛。讲咱两边虽然冤家相拍啦吼，但咱即马放弃咱的恩怨，所以咱才来签这个条约。人迄个时阵就是有即款。等迄种战争甲和平的迄种的迄个精神来签现代性的条约，这嘛是咱讲台湾荷兰时代结束的时阵，嘛有迄个国际性。讲到这个荷兰来到台湾这段时间，差不多将近400年的历史。也毋过这400年来，毋是短短这个几句话，伫咱把这代志全部讲清楚。加在今仔日咧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到现场，甲咱解说着吼，来看这台湾历史，咱会当用无同款的角度，将这时间扭好长，甲这空间混合看，用无同款的角度来了解着咱的台湾史。今仔非常感谢2位老师来到现场，非常多谢。讲到咱的国家家己来做主，徛伫台湾看世界，会当讲是较赢无较输。其实踮这个所在，咱来看故事、听历史，赶紧来认捌着咱的土地，千万唔通丢除。我是嘉豪，后礼拜同一时间收看这是台湾馆，咱再会。非常多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